嗨，大家好，又是星期三了，我是唐师傅，很开心的，又是一个机会，让我与大家分享一些我们的这个风水命理的课题，让大家都有机会马上利用得到，然后提升你自己的这个生活的品质。所以有些人就知道我每个星期三可能是我的忠实铁粉他们讲，哎，每个星期三你都会有这一个Facebook Live，然后这个星期三有没有他们都会问到，所以因为上个星期我没有，可能不懂你们有没有发觉上个星期三我其实停了一个礼拜，原因其实就是当然也是因为学校假期。我就是每次很提倡这个家人的这个时间一定要平衡。另外一个，当然我们的这一个我的这个朋友从外国来，所以我们讲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所以我们就花了比较多时间来接待他们。可是我其实每一个礼拜讲我也是很想看看你们有没有这个什么心得，所以你们有的话都可以放在你们的这个留言，OK，不管的 Facebook comment after listening for the past few episodes，有没有学到什么东西，利用到有什么好的成果，都可以分享。当然，这个其实是一个问与答，所以就是说我们的这一个不是单方面我自己在分享的，OK，所以你们其实也是可以就是问问题，风水的问题，还有就是说如果线上有表格那个 online form，你可以填上，然后让我知道你有什么样的这个问题，让我可以准备。当然我会先说不一定每一个问题我都马上可以回答，所以就是如果比较复杂的，你们可以放在这个表格里面，放在表格里面，这样子的话我们就会比较有这个互动，因为我这每次有这个双语，OK，we have this bilingual session，一个星期是华语，一个星期是英语，所以我们的今天这个华语的这个分享，就是其实来做一个总结。之前我们讲的每一个小小的控制命运的成分，总结在一起，让大家如何享有十全十美的人生。OK，所以这个就是今天我要就大家准备的一个小课题。好，当然我知道有很多人，哎呀，今天我们这么早8点还没有到，你就开始了。因为今天可能比较长一点，要做一个小总结，让大家知道如何把全部东西拼在一起，这样子你才可以享有这个十全十美的这个人生。好，所以如果大家都准备好了，当然都可以在留言里面，OK，you can comment，you can actually share your thoughts and then 当然也可以点个赞分享出去都可以的。好，那事不宜迟，我就开始我们的这一个今天的课题了。好，所以我们每次说这个命运，就是掌控在自己的手上。要了解这一句话的话，要知道，哎，那掌控在手上，要怎么样去打开这个命运的这个钥匙？OK，所以有不同的窍门，不是说我们就埋头苦干就 OK 了。OK，所以这一个的话，就是让大家都知道怎么样利用。这个是前面我们之前讲过的1到9，当然每次都有这个英语、华语、英语、华语、英语、华语这样跳所以现在我们就看，哎总结来讲的话，这个华语的这一个版本，OK，完全的这个1到9是什么来的？OK，让你们容易的去把它们消化，OK，好，所以第一是一命二运三风水，这个大家我们都听过，这个是通常很多人讲，哎呀我听过，当然听过不表示会用啦，OK，所以我会讲，哎这个就是你们如果不了解的话，你们可以重看我之前的这个分享，OK 的 previous episodes 我都没有洗掉，都在线上，你们都可以重看，不然我也是会下载放在 YouTube。所以看你们喜欢用 Facebook 还是用 YouTube，我都会把它放上去的。
OK，然后四积德这很重要 accumulate merits，这样子的话，我们讲先舍后得，当然我们讲多舍多得，小舍小得，所以当然我们要掌控命运，我要有一个很好的成绩，一样嘛，就像读书一样，你要先努力读书温习，自然而然你成绩就会慢慢的就会就是说会加分。OK，如果没有努力，你怎么样就是就会找你的风水宝位啊，你还是一样考试也是拿不到满分的，对不对？有时候要及格都不容易了，所以一定要有付出的。所以这个在我们的宇宙的这个定律里面，OK 是 law of universe。另外一个就讲五读书，读书的话。在这里不是说就是考 A1，OK，一定要拿满分，学校考试。其实每个人就算在社会里面，我们也是在读书我们就是说在这个累积生活的理念经验，然后再如何做更好的人，为大众服务。OK，we actually upgrade ourselves，OK，to contribute to the society。所以这个读书的话，我觉得就是很像一个civilize，OK，让你感觉就是比较如何做一个好公民啦。简单来讲，因为什么呢？因为这样子的话，你利益了周围的人，自然而然你会得到你要得到的。英文的一个说法就是，if you help enough people to get what they want，you will definitely get what you want。OK，所以这些都是很重要。所以如果没有读书，没那个技巧也是没有办法做你想做的东西。所以这个一命二运三风水四季的五读书大家都听过的。另外一个就是六名，OK，名字改名改命，OK，如果要改这个命运的这一个跑道的话，改名有时候真的就是最简单、最直接的一个方式了。为什么呢？因为名字就很像一个招牌，就很像昨天就是有人跟我讲到他去不懂哪一个比较贵、比较高档的地方吃面吃云吞面面就是 noodles，OK 可是他们讲他们是吃 noodles bar，OK 一个名字改变，感觉那个档次就不一样了，OK，like different standard，OK，所以这些其实都应该考虑的，所以不要草率。就是有些公司的名字，还有当然就是说，如果在怀孕的时候还没有给宝宝取名，都可以花点时间去了解名字的意思，然后当然是每个名字的这个含义，这样子的话，我觉得这样才是给宝宝的第一个最好的礼物。OK，当然也是有很多人会问我，就是说那有没有这些服务？其实呃老实讲，一命二运三风水四季的五读书这些，我当然都会在这个我的服务范围里面都有不要误会，我只是一个老师，只是还在讲东西而已。OK，所以其实这些我都会在我的这个公司里面我都有这些服务的。OK，然后七是相，相的话就面相的意思。OK，面相 OK 也可以代表就是说你的气色。那时候有讲到，it's not just the appearance，然后眼睛大一点OK，牙齿要笑，要看到上面的牙齿这是很基本，也是算是很肤浅，其实是有用，只是说如果真的要感觉到运气的这个我们讲大转变，you want a breakthrough effect。你要知道的就是，除了这些面相的这些东西，还有就是本人的气色，让你觉得 you are radiating，OK，你那个能量场有亲和力，说东西都有说服力很多人就讲，哎呀，讲到那个鸟都会从树上下来这样子的一个简单的比喻啦，当然就是说老老实实的不是说就是我们讲夸下海口乱讲话OK，所以这个像让我们感觉就是说一出来，就有给人家最好的第一个印象。OK，that is the best。All right，然后第八是敬神，然后神的话，当然我们不是说相信风水的朋友们都是要这个我们讲拜拜还是什么的。其实我们的这个神也是我们自己本身的精神，OK，我们的精神能量，OK，然后我们的眼神，OK，all these are what we call the spirit inside our body，OK，我们的这个身体里面的这一个我们讲我们要我算是一个表达出来的
OK，就是我们的这个其实跟今天的讲的很相似，OK，就是我们的这个心身灵有没有合一，我们表达出来的这个神，这个是很重要的，OK，所以这个我们要重看，如果你们不了解还是没有听过的话，Hi Jess，Hi 谢谢你收看还留言，OK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watching，OK，and then 第9贵人是上一次2个星期前我讲的那个是英语分享的，OK，贵人就是英语很简单嘛，expensive people 所以当然讲要有够潜力了够潜力就会有贵人嘛，是不是这样子？其实不是贵人其实如果是以这样子的一个交易而来的话，其实就是说也不是说真的贵人，也不是说真的赏识你想给你成功的。所以我们讲贵人是吸引来的 ，OK，所以有很多不同的方式。当然，我有讲到的就是说他从你的这个付出可以得到什么？OK，可以得到什么？这个是很重要的。OK，所以这样子的话才有一个平等的一个合作方式，这样才有一个贵人。OK，贵人当然不要讲到就是说大公司老板，你的同事 OK 可以帮你有些东西解决你的这个上司、顾客都是很重要。OK，他们其实如果他们帮你多说几句话，有时候做错一点小事情，他们可以帮你，就是说给你机会，更做得更好，其实都可以的。OK，所以这个的话就是说一命二运三风水到第9是贵人，今天第10，OK 10的这个秘诀，让大家有个10全10美 perfect 10。OK，所以我这边有一个问题，真婷 spirit 灵魂吗？这个问题我不懂什么意思的，spirit 是灵魂吗？好像问我那个中英文字典这样子。OK，灵魂比较像是那个 soul，OK，soul 我们就讲那个soul soul 是比较像灵魂，spirit 就是很像我们讲这个比赛的精神，spirit of competition。所以这个 spirit 跟这个刚才我讲的那个敬神的那个神会比较相似。OK OK，所以这个灵魂是另外一个概念，而且是另外一个字，会比较像，就是 soul，OK，S O U L，当然今天没有讲到这一块，如果改次你们想听这些比较特别的这个什么身体、灵魂，当然很多人问我有没有讲那种灵异事件呢？我也不懂你们会不会要听？那是真的有一个顾客跟我讲，哇，你讲灵异事件讲的好像做风讲鬼这样一定很好的。可是我讲，哎呀，很像因为其实我们做风水，我们就是不要大家太过迷信，每天讲不是说它不存在，OK，不是它不存在，只是说每次以这样的方式来吊顾客的胃口，这样子给那些不认识风水的人觉得，哎呀，都是这种怎么扮神弄鬼让大家就是说疑神疑鬼的，我就尽量不要。OK，we want to make things very kind of like relevant, OK, to the modern world。那如果你们有这些个别的这些问题，都可以问我。如果觉得适合在哪一集，我都可以在这边可以回答你的问题的。OK，好，所以第10就是养生。OK，所以养生的话，很多人就在想养生那就是说，就是说要每天睡8个小时要喝2公升的水这样子就是养生的吗？Yes，是一小部分，一小部分当然我讲到不要忽略一小部分但我们全部拼在一起，就会有一个大大的一个我们的这个最理想的成果。OK，好，所以第10是养生，养生代表什么呢？OK，那你们可以可能当然在线上有好几位朋友，你们有想到什么你可以问，or you can try your luck，you know 什么是养生？养生在英文的话，这里就比较奇怪，养生 what is it？Nourish your life？有些人就讲just wellness。OK，变得很像很抽象。OK，that is not very kind of like concrete。所以什么是养生呢？因为其实为什么留到第10，就是说前面你做的那些东西
OK，当然我们要享受人生，我们不要就是说每天忙而忙。有些人讲啊，你风水很好，哎，这个真的这故事这个顾客，我昨天去他的那个 tuition center 看风水，他的第二间，他之前就有2个分行，一个总部，一个分行，然后那个分行之前就是没有这么好，就是说生意啦，就是说没有人经过了，流量那个人的人流就很差，然后就改了一点就是颜色摆设简单的东西，让他去尝试一下。我也是不喜欢让他们就说花很多钱装修，然后只是来 try，那不好的话怎么办呢？对不对？他们都很怕，所以我俩其实不用的，我们就改一点摆设，左边的右边摆在右边，还是什么适合的东西来吸引大家的注意力。以一个风水角度，在哪一个方位是他的财位，这样子的方式。OK，所以他就讲到，哎，那昨天又找我看他的总部，他就跟我讲，他的那个分行我看了2个月了，他就讲哇，生意大幅度的这个上升，可是在总部现在停下脚步了，输给分行，所以他也是叫我去帮忙看一下。所以我的问题就问他，是停了，就是说没有新的学生进来，还是学生离开？他只是讲不平衡，就是说学生其实没有离开，他们都会一直继续，只是说那边上了，他这边也想上所以我觉得当然是很好，对我来讲，当然他找我看多一次风水，我替他开心这样子。其实我们也是要知足是说当然我们可以 improve，不是说每一次我们都就是要这样忙碌，因为其实他自己本身开的补习中心也是很忙的。OK，所以我就觉得也是要平衡，所以这个第10这个养生从我看到他，我就觉得他就忽略了这一点啦。好，所以这个就是突然想到让大家分享。什么对我来讲，什么是比较全方位的这个养生？其实就是身心灵，身体，OK，身体要健康，这个我们学校都懂，OK，就是说蔬菜、水果，蛋白质，OK，还有那些就是说钙质这些对我们的这些骨骼、牙齿都是重要的，这是 basic foundation，OK，这是我们的基本基础来的。所以这个身体健康很多人都知道，所以这类很多人也是很喜欢护肤这些其实都 OK 因为有时候我们讲这些都是我们的这个 basic maintenance 身体的这个维修，OK。另外一个是心，OK，心的话其实很多人就忽略，就是说开心就好了嘛，开心就好了，所以他们就一直在寻求开心。一直在找那个开心的东西。有些人讲哦，我吃雪糕 ice cream 很开心，我吃 chocolate 我就开心我去那个哪里吃火锅，哇，大鱼大肉吃了很开心，对不对？很多人都是这样讲。可是过后嘞，1个小时后，他们就觉得哎呀，又没有那个兴奋度，没有那个刺激性了，对不对？所以其实这个心理的这个健康也是要了解，不是说只是开心而已，就是要怎么样去平复我们的这个心，每次在寻求不足的东西。OK，我们每次在找那个缺少的东西，we are looking always for the scarce the things that are scarce incomplete。其实如果我们这里注重我们的这个已经有的东西，就是讲我们就是会比较有感恩之心，OK，这样子我们有的，OK，we focus on what we have，and then we will have more of what we going to have，OK，所以如果我们一直去 focus on 那个聚焦都一直在那个我们没有缺乏的东西，我们就会发现我们越来越多东西缺乏，OK，所以其实这个是心理的这个平衡，这个是很重要。OK，尤其现在新加坡，我觉得可能生活比较紧张。那我们也知道，就是说通货膨胀这些社会的这些新闻，都让大家觉得就是有点不平衡。可是其实我们没有真的是缺什么，因为如果我们以这一个邻居我们的这个邻国来看新闻，就有淹水啦，有些有这个土崩、地震都有，所以这些我会觉得我们的这心理的这个调整是很重要。
所以有时候我每次开玩笑，就是说我的 office OK 一定有一盒那个 tissue，OK tissue，因为有时候他们情绪有点失控啊，眼泪就会流下来了啊，所以这个就是我每次开玩笑的。因为其实以风水来讲，我们可以帮得到，可是得到你要得到的，when you get what you want，你会发现我还要另外一个，我还要另外一个，这就变得很像一个恶性循环。OK，所以这样子的话，我们就没办法从我们有的东西，我们有的这个福报，OK，or the merits，OK，the happiness，OK，if you want to call it，从那边发展出来，OK，所以这个叫心，另外叫灵。灵的话就是说in a way is more spiritual，OK，真的是就是说静下心来，有时候很多人跟我讲，他们活在这个世上也不懂他们真正的目的是什么，要来这边做什么的，OK，有时候他们就从宗教的角度，有些他们就从打坐的方式，OK，其实对我来讲都不重要，因为你已经在做你应该做的东西了，只是说你看不清楚，就很像那个水在一盆水一直在摇晃，你就是一个波浪，there's a lot of ripples，OK，你看不见很清楚，其实你就静下心来的时候，你就可以比较沉淀，OK，you are more calm and then you can see yourself clearer，OK，所以这个的话其实就是养生，所以很多人跟我讲。认识我的人呢，因为每次看讲座，是我一个人在讲话，一讲就讲多少时间，15分钟也有1个小时的也有2个小时一次讲到完的也有，不然就是说我看这个运程分析还是看风水的话，就是如果一个顾客2个顾客这样接下去，有时候一天我就连续讲了5、6个小时，所以很多人跟我讲啊，你一直在讲话就讲话，其实我很喜欢安静的就很像那时我快要讲到我的这个外国朋友来。他们就有时候开车接送他们，他会发现其实我没有讲话的嘞，然后他们觉得很压力，你知道，有些人怕很安静。我讲没有啦，不是说我不喜欢讲话，讲话没问题的嘛，我就是靠这个分享每次都是一直在讲话的，只是说有时候有机会的时候我就会静下来这样子来我们讲就是说找回自己的一个中心点跟一个平衡。OK，好，所以这个简单来说，身体健康，吃的营养，OK，现在很多人只是为了好吃，OK，其实不够正确，OK，一定要吃的营养均衡，不要挑有些东西我们懂我们缺乏的要吃，OK，不要等到每次讲有事情找医生去做就好，其实这个是不对的，你自己的痛苦是你自己承受的，OK。然后你给医生打针吃药，然后这些是你自己，我们讲自找麻烦。OK，所以我们讲这个是身体的这个健康，一定要足够的休息，伸展运动非常重要，因为我们现在工作都是做很长的时间，不然有些人就讲就站着嘛，然后站着就一直好像服务顾客，OK，在餐馆在店面也是一样，所以一定要 exercise your joints，这个是非常的重要，OK，所以不用开始很多人跟我讲运动怎么办？我没有时间。然后很怕累怕10分钟跑步完喘，其实不用，从简单的开始，凡事都是从第一步开始，OK，所以这个今天你会发现，诶，问问风水叫我 exercise 因为我们讲 exercise 要运动吗？OK，你运动，你的运气才会动，OK，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你要转运就是要它动嘛，所以你要去运动，OK，好，所以这些都是非常实用，而且很快看到效果的这个风水分享。然后另外一个当然讲身心，心就是我们也不用就是大鱼大肉，不是去那种5星级酒店6星级，有时候跟好朋友聚餐，家人有时候庆祝生日还是什么，其实这样就是让你觉得有时候回味无穷。OK，你都忘记那天的蛋糕是什么口味，也忘记那天有叫什么特别的好料其实这个的话，因为满足了我们的那个心的那个，我们讲，我们不会去找那个缺的地方，我们感受到我们有的，我们拥有的，我们从那边感觉到我们的那个快乐
，OK，we are very grateful of what we have。当我们那个时候有这个 attitude of gratitude，OK，就是说我们有这一个一直惜福，这样子我们才可以增加我们的福报。OK，这个是很重要。当然，现在 COVID 的这些我们讲 restriction，OK，限制都已经没有了，让大家都很容易的去找朋友，很久没有联络的都可以喝杯茶、吃吃饭。OK，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身心灵的灵。OK，这个灵其实就是我讲的静坐咯，也不用摆成这样子。有些人跟我讲哦，这样盘腿、脚麻痹啊，完蛋了哦，明天下不了床啊，脚痛啊。其实不用，这个只是一个姿势而已。OK，姿势如果你不舒服的话，你的脑也是一直在摇晃的，也是讲，哎呀，还有多久啊？哎呀，这边痛啊，那边很痒啊，对不对？其实只要坐住，很像普通一张椅子坐住也不用盘腿，就是脚踏实地，OK，就是尽量坐直，呼吸就是比较注重你的呼吸，放慢一下你的脚步，你的这个脑的这个频率可以慢慢降下来，这样子很好。如果有些人有验那个血压，他会发现其实这样一个分钟后，他的血压就已经掉了，都不用吃药的。OK，其实都是我们自己可以控制，所以这个样我们才可以享受我们有的成果，我们奋斗了这么长的时间，OK，然后我们得到我们的这个我们讲掌控命运的方式，OK，可是我们忽略了最基本的养生，OK，好。所以总结来说，OK，in conclusion，自在人生对我来讲是养生自在还没有来的东西不用着急，因为如果会来，它一定会来。OK，你已经做了你应该做的，然后就让老天爷，让这大自然的这个酝酿，OK，你的种子让它自己会开花结果。OK，如果没来的就是负面的事情发生的话，你也是要了解，其实都是我们讲是之前有些东西做得不好，就好像有些人讲，哎，我考试考不好，你之前真的有没有用心有没有真的去做老师叫你做的东西，从那个方式来学习，OK，不要把它当成一个打击，这样子的话一直向上的一个态度，自在人生。这样子我们叫做天下无敌。OK，好，所以当然我也是每次强调我们有这个许愿，这是酥油灯，我们叫祈福光明烛。OK，所以以这个7个颜色代表生活的7个愿望，所以我们的点燃的时候，我们都可以许愿，这样子把我们的这个聚焦点，OK，for focus that we make it more complete, more well-rounded。OK，当然这个很多人都知道非常好。所以他们上个月农历7月的时候，我有这个 One for One promotion，当然现在这个 One for One promotion 已经没有了，所以很多人跟我讲，哎呀，我那时只买2个，就 One for One promotion，然后我现在还没有 discount 还是什么？当然我们是尽量有好东西分享给顾客，OK，所以今天会讲到这一个，就是说，其实在我的这个网站，OK，my website，如果你们有 send enquiries，OK，你们就是说send enquiries，你们在我的 email 里面的话，OK，然后在我的那个 database 的 email 里面，你们都会有一个特别的一个 voucher，就是会送你们2套刚才那个许愿的这个7色这个光明灯，会送你们2个，价值60块。OK，所以你们就可以在那个 website 下面有那个 sharing 灯的那一个website，当然我可以放在那个 comment box 一下，我可以放 comment box，这样子的话你们都可以去book，OK，那当然不是说免费送了哦，当然这个是一个赠品，OK，这赠品来的，OK，我们是准备2023年的来临，所以我们在2023年的这个运程分析的时候，如果你报名的话。明年的这个运程分析，现在就可以看了。其实我已经开始在看2023年的，然后在我们的这个 email 里面的这个 voucher，你就可以用可以 claim 2个
这个光明族，所以就价值60块了，好，所以几乎就是也算是也是半价了，就这个看运程分析也算是半价了。OK，当然我不要就是说改次来就是要卖东西，因为这是一个分享，所以你们进来这个 website 来我的这个网站，你们报名，你们在那 email address 我会发我们的系统会发那一个 email 给你们的，然后你们用那个来 claim。OK，所以这样子的话，我觉得都皆大欢喜。需要看运程分析的人，反正他们都需要，他们都可以拿到赠品。当然，有些人就当着一个资讯而已，no problem。OK，好，下一个，好，下一个就没有了，所以下一个就是看我自己了。OK，好，所以今天有一点超时，而且我是提早的 start 了。OK，我是提早的开始，原因就是因为这个是10前10美。所以很多人讲啊，这个第10个了，是不是 like the end？What's next？You know？呀，下个星期还有，而且是英语的。其实这一个分享有这个我们讲这个系列有15个，所以过后还有11、12、13、14、15。OK，可是这个1到10的话是基本，希望你们有看的话，OK，put them into practice。你们可以从 YouTube 看、Facebook 看那些前面的，然后当这个功课吧。OK，不是给我的功课，不用交给我，是你们自己给自己的一个小小挑战，让你们看看做了有没有不同的成绩，因为我们做了不同东西，就会有不同的成果。OK，所以从那边1到10去了解消化一下，这样子的话我觉得这样才对得起你的时间。好，我是唐建志，下个星期见。OK，下个星期3 8点。All right，so 当然那些第一次看到我的可以 subscribe，可以follow my page。OK，先点个赞，可以报个名，就下回要指点的时候不会迷路。好，再见。